花式艺农来看台湾有未少日本时代的老厝。这个德化207博物馆特别把24间的老厝串联活化过来创新，有的变做册店，有的变做民宿，唔拿来保留着老厝的历史，嘛互老厝新生命。 老旧的保险箱放伫个木造吧台边，这是有百年历史的屏东恒春信用。以前曾经是银行，透过老厝重生，即摆变成热门的餐厅酒吧。老房子的氛围，它很难是做就是再被复制的，因为它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独立的价值。德化207博物馆。 找专家评估，选出25间的老厝进行创新活化，厝龄伫57岁到200多岁拢有，包含德化207建筑本身，嘛是老厝创新的建筑之一。即马正做博物馆，也佮展出这老厝活化的成果。 老房子活化有很多都是做咖啡厅，那为什么选这几间？我们选的这一些餐饮空间或是商业空间，其实他们有一部分他们的主人还是持续在做一个文化推广的工作。这25间活化了后的老厝，会变成餐厅，会变成册店、民宿，甚至也有理发厅。那互老厝的历史价值会当继续保存，嘛会当互老厝行出新生命。